念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：世尊，一切外道皆起无常妄想。世尊亦说：一切行无常，是生灭法。此义云何呢？为邪为净，唯有几种无常。佛告大慧：一切外道有七种无常，非我法也。何等为七？因有说言，足以离舍，是名无常；有说行处坏，是名无常；有说即色是无常；有说色转变中间，是名无常。无间自知散坏，如年老顶转变，中间不可见。无常毁坏，一切成转。有说成无常，有说成无常，有说一切法不成无常，入一切法。大慧，成无常者，为四大及所造自相坏。四大自性不可得，不生。因不生无常者，非常无常。一切法有无不生，分析乃至微尘不可见，是不生而非生，是名不生无常相。若不觉此者，对一切外道生无常义。大慧，成无常者，是自心妄想，非常无常性，所以者何？为无常自性不坏。大慧，此是一切性无性、无常事，除无常无有能令一切法性无性者。如中瓦石破坏自物，现见各个不异，是成无常事。非作所作有差别，此是无常；此是事。作所作无异者，一切成常，无因性。大慧，一切性无性有因，非凡有所致，非因不常事事生。若生者，一切性悉皆无常，是不常事事。作所作无有别异，离世间有异。若成无常者，对作因性相。若对者，一切性不究竟。一切性作因相对者，自无常应无常。无常无常故，一切性不无常，应是常。若无常入一切性者，应对三世。因过去色以怀旧，未来不生色不生故，现在色以怀相旧。色者，四大执着差别。四大及造色自性不坏，离异不异故，一切外道，一切四大不坏。一切三有四大及造色，
在所知有生灭，离四大造色，一切外道以何所思为无常？四大不生，自性上不坏过。离四造无常者，非四大。复有二四大，各个异相，自相故，非差别可得。因无差别，是等不经做，离方便不做，当知是无常。彼行处坏无常者，为四大及造色不坏，自境不坏。大会见者分析，乃至微尘观察坏。四大及造色行处意见当地不可得，非四大。四大不坏，行处坏现，对在所论。色即无常者，为色即是无常，因即行处无常，非四大。若四大无常者，非俗所言说。世俗言说非圣者，即对世论。见一切性，但有言说，不见自相性。转变无常者，为色二性现，非四大。如今作庄严具，转变现，非今成坏。但庄严具处所坏，如是依现转变等，亦如是。如是等种种外道，无相见妄想，会修四大时，自相不修，各自相相坏者，四大造色应断。大会我法起非常非无常，所以则何为外性不决定故。为说三有未心，不随种种相有生有灭。四大合会差别，四大及造色，故妄想二种事业所业，知二种妄想，离外性无性二种见，各自心现量。妄想者，思想作形生，非不作形。离心性无性妄想，世间出世间，常常一切法，非常非无常，不觉自心现量，对两边恶见相似。一切外道不觉自妄想，此凡夫无有根本，为世间出世间常常法，总说妄想生，非凡愚所觉。尔时世尊欲中宣此义，离说偈言：远离以实作，急以行处义，成以识无常，外道以妄想，自性无有坏，代代自性住。外道无相想，莫在种种见，
因诸外道等，无欲生欲灭，代代成自常。何谓无常想？一切为心量，二种心流转，业受即所业，无有我所。梵天为受经，机条普周遍。如是我所说，唯是彼心量。逆时大慧菩萨，复白慧言：世尊，为愿为说一切菩萨声闻缘觉，灭正受处地上事，欲善于灭正受处地上属上者，我及于菩萨将不妄下灭正受乐闻，不对一切声闻缘觉外道愚痴。佛告大会：谛听，谛听！善思念智，当为你说。大会白佛言：世尊，为愿为说。佛告大会：六地起菩萨摩诃萨及声闻缘觉，入灭正受。第七地菩萨摩诃萨念念正受，离一切性自性上正受。非声闻缘觉，诸声闻缘觉对有形业所业上灭正受。是故七地非念正受，得一切法无差别相，非分得种种相性，各一切法善不善性上正受。是故七地无善念正受。大会八地菩萨及声闻缘觉，心意意识妄想上灭。初地及至七地菩萨摩诃萨，观三界心意意识量，离我所，诸妄想修，对外性种种相，依乎二种自心，业所业向无知，不觉无事过恶，虚为习气所分。大会八地菩萨摩诃萨声闻声闻缘觉涅槃菩萨者，三昧觉所持。是故三昧门乐不愿涅槃，欲不持者，如来地不满足。弃舍一切为众生事，佛种即断。诸佛世尊为是如来不可思议无量功德，声闻缘觉三昧门，得乐所堪过，作涅槃想。大会我分布七地，善修心意意识上，善修我所，业受人法无我，生灭自强相，先事无碍，决定力三昧门。地处地上属立道品法，不令菩萨摩诃萨不觉自强相，不成七地对外道邪见，故立地处地。大会
因是无有欲生欲灭，独自心限量。所谓地、处地、相事及三界种种行，亦复所不觉，亦复所不觉者，为我及诸佛说地、处地、相事及说三界种种行。复处大会，声闻缘觉第八菩萨地，灭三昧门，灭三昧六门最所最，不现自心限量，自强上习气所定，对人法无我法业受见，梦想涅槃想，非即灭智慧觉。大会菩萨者，见灭三昧门路，本愿哀悯，大悲成就，知分别实无真故，不妄想涅槃想，因彼于涅槃妄想不生故，离涅所涅妄想。觉了自心限量，一切诸法妄想不生，不对心与意识外性自性上继续妄想，非佛法因不生，随智慧生，得如来自觉地，如临梦中。方便渡水，未度离觉，觉以思维，为正为邪，非正非邪，以无事见闻觉识音响，种种习气，种种兴趣，对有无想，心与意识。妄现大会，如是菩萨摩诃萨以第八菩萨地见妄想生，将初地转进至第七地，见一切法如幻顶，方便度涅所涅心妄想，行义作佛法方便，未得者。令得大会，处是菩萨涅槃方便不坏，处是菩萨涅槃方便不坏，离心与意识得无心法忍。大会以第一义无处地相事说。无所有妄想即灭法。尔时世尊欲中宣此义，理说偈言：心量无所有，处住即佛地，起来即现在，三世诸佛说。心量第第七，无所有第八，离地名为主。佛地名最胜，自觉地极静，处者是我地，自在最胜处，清净妙庄严，照耀如圣火，光明十片智，寂焰不坏目，周轮化三有，化现在三有，亦有先施化。以彼演说性，皆是如来地。十地即为初，初即为八地，第九即为七，七亦复为八，第二为第三，第四为第五，第三为第六，无所有好处。